东西过去了。放箭！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妖怪，竟敢在长安滋事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我不是妖怪。你是，你便是轩辕正宗的大妖怪，你怎么就不是妖怪了？闭嘴！吊坠呢？刚刚那空。喂，快醒醒！我的心都哪儿去了？啊！这个怎么办啊？往那边！赵子龙，赵子龙！走，快点！闭上眼睛，千头万绪都在眼前这个人身上。正在附近，喂，去那边！是。不行了。神武军搜查，5个人等一律退避，快点！这边。都进了，快点！我也慢走，明儿再来啊！哇，这好漂亮啊！小兰，别跑啊！心灯在哪儿呢？龙武军校尉李景龙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心灯不见了。你完了，你出祸了！这下怎么办？他斩碎了吊坠，你说心灯会不会在他体内啊？他姓陈吗？他不姓陈，他姓李。哦，对了，让他改姓陈呢？你傻吗？他也不是陈十一的后人啊！完了，怎么办啊？杀了他，说不定光就出来了。怎么能杀他？明明是我闯的祸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人，杀人怕什么？现在得供奉陈家天母子。天母。公子里面请。早着呢，一公子便是。走。哎呀，总之，心灯一定要取回来，否则大家都会
完蛋！啊，对了，飞刀找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还在那鳌玉身上。都说了让你别追，你不听，你看吧，这下完蛋了。众生皆苦，动手吧，就当帮他做个了断。我试试把法力注入他经脉看看，先确定心灯在哪儿。都给我仔细走！官兵来了，你快点儿！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找。军搜查，无关人等一律退避。神武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李诗兰，李诗兰是什么地方？胡军，快走！妖怪！那边有声音，过去看看。快呀！我们先走，雨桐在找你。开门！开门！在这里被神武军发现的话就麻烦了，快点！得赶紧离开。给我查仔细了。不会吧？哎呀，啊，这儿。哎呦，谁呀这？李少尉，李少尉吗？我是来捉妖精的。李少尉也逛青楼啊？不是吗？这妖精啊！李少尉也是来有，可不是吧？留下。哎，散开散开！李少尉啊，还要去抓妖精啊！啊！是你？妖怪！还我清白！他是凡人，别下重手！还有一个，别让他跑了！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就是我的手指被他的剑刃割了一道小口。这人与你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哦，他叫李景龙，是个凡人守卫。那天我在长安城外追一只妖怪，妖怪逃到长安城，惊动了守城的官兵，他非说我是妖怪，我就和他打起来了。结果我的心里一着急，就先跑了。哦，不过一招，这人将你当做妖怪，下手这么重，幸好没受伤。王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从那个倒霉鬼身上掉下来的。哦，似乎是一道圣旨。门下，今圣天子在位，
祥瑞县事，狄公承神皇命，设大唐驱魔司上在。今敕令龙武军校尉李景隆充当驱魔司长史。完了！你打的是你们的上司，驱魔司长史。这下怎么办？我闯的祸，我来道歉吧。起床啦！这么叫的醒啊！快住手！要不先统一口径，就说他们中暑晕倒了。好主意！那我们这就出去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待他们醒了，问声“长史，您醒了”，其他事一概不容。我都听见了。今日的误会，归根到底，长史你不该没问明白就动手。我怎么知道？这次害我丢官职，还被百姓嘲笑，如今又有谁为我洗清冤屈？啊？为什么？是连生良品。你过来，我问你3句话，过往之事一笔勾销。那夜，你是不是在小巷内与我交手？是。我晕倒后，你将我带去了哪儿？以诗兰。我有没有做什么？没有。外头都说我你是……们都出去。红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说长史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凡人吗？他身边那把剑能破我的五色神光，武功更是非凡。还有心灯，总觉得他不像普通凡人那样。心灯这事儿，你说我要如实跟长史说吗？还是先找到陈家后人吧，到时再告诉长史也不迟。在说我什么？长史，有心事。长史，你知道陈十一陈家在哪儿吗？陈家。李长史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我们来陈。十一在家吗？别胡说，十一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去世了？那他的后人？这位是……哦哈，我的一位小兄弟，和我一样，敬仰陈十一风采。此次前来就是来看看你们。原来如此，可惜我们陈家人丁不旺，无人继承先人风骨，这便是陈家的独苗了。什么？是人死了，陈家后人也只剩一个婴儿，怎么办呢？来前亲手提过，交换心灯后可与陈家人结交，并查当年真相。但是婴儿就算继承了心灯，也不可能一夜长大呀。他怎么了？没事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长史慢走。你方才怎么了？我没想到陈十一去世了。
十一去世很长时间了，他性格耿直，敢言敢谏，无奈遭到权臣迫害，最终冤死于狱中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如此传世之作，诡谲之才，可惜了。我读过他的诗文集，蛇服拟子，蚁斗丘陵，山川鬼神，妖孽并作。莫非这妖魔并不是借物喻人，而是真实存在？看来陈十一与狄公一样，能看到。狄公？狄公曾预言，神州大地将迎来一场浩劫。可惜他生不逢时，又后继无人，唯一留下的这把剑，也落入了西域人的手中。为了买回它，我变卖了不少家当。长史，你知道这剑是什么法宝吗？我只知这是狄公生前之物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有缘。交情延深，也不知为何会对你说这些。你说心灯在我体内？但我不太确定。那你就现在确定，我配合你。那我动手了。好。李长史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原来是大理寺黄少卿，有失远迎。大人，你一向主管刑狱，怎么有空来驱魔司了？这是派给驱魔司的案子。杨相说过，但凡用不着大理寺出面，便送你这儿。以后就由我与驱魔司往来互通。如今驱魔司复起，陛下与杨相可都很看好你，需勤奋为国家办案才是啊。有些事情，这大白天的，李长史还是克制些好啊。太好了，心灯找着了，就在你的心脉里。我想过了，心灯交给那婴儿也没用，不如就先寄放在你这儿。长史，你别在意，你不是他们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对，世人如何看我，那都不是我。你说心灯在我心脉里，那我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的。五脏里心属火，心灯会守护你的心脉，而且这灯力量亲和纯正，光芒充满正气，绝不会有坏处。那我会因此拥有法力吗？啊？应该不大可能吧？你经脉中没有法力，给你法宝也不一定能发动哦。懂了，我是凡人，终归与你们不同。罢了，说这些也无用。不知他们去了这么久，有没有找到离魂花粉？长史，离魂花粉找到了。啊，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哎呀，这聚宝庄也太黑了，4两离魂花粉要3200两白银。正是，要不你把钱掏了？哎呀，公家主，届时我向朝廷申请拨款。有了这离魂花粉，日后办案就放心了。有案子了。大理寺送来的陈案，如果是人命案，就得立即行动了。
郑重起见，我特意等大家回来一起宣读驱魔司第一案。各位听好了，9月初5，秦夫人府。长史，秦夫人府大宁坊走失一只大月之白犬猫。狮子猫啊！丑猫！贵妃及秦妃张氏倒点水，这脸色便是不好了。我这就去。张氏，喝点水闭气着，千万要放宽心。来，张氏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张氏，找猫而已，冷静啊，不难呢。长安这么大，要怎么找啊？要不给长史闻点灵魂花粉？不接，简直是辱人太甚。吹吹风就回去吧，外头干干的，不太舒服。狮子猫到底长什么样啊？你这话根本认不出。感觉长史好惨，找到猫，那些官会对他好点吗？别傻了，人的偏见很难消除，我看只会让他继续找猫啊狗啊什么的。这只猫为何要跑啊？怕是看见了什么东西。张史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从感觉长史好惨开始。先前六军搜了10来天，四处悬赏也没找到。张史，这是你画的？想必这只猫是在躲避什么。躲什么？听说猫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。或许狄公曾说长安妖恨鬼物数以万计。若能驱逐长安妖王，来日我与你爹兴许会去人间陪你。驱逐长安妖族，我就能见到他了。他是谁？我养父。你生父呢？记不清了。抱歉，我不该问这些的。继续找猫吧，不知道他们找得如何了。等等我呀，我下不去呀！长史，你真的相信这里有很多猫啊？找了一天都没线索。哎，有运气吧。长史，我饿了。哎，包子。啊，狮子猫！怎么是猴子？原来是你啊！谢谢啦。啊，这下是了吧？这种猫昂贵，找遍长安，不会再有第二只。追！张氏，等等我！在下面。李景龙的死，看你就被参了一般，晚上出来，只抓到了，白天来看。还是大人疼静云。大人，静云好想念胡统领啊。龙武军总统领胡生，龙武军军纪森严，
那怎么在这？我的宝贝儿，可想死我了！金鱼也想大人了，宝贝儿，讨厌！来，我也喝一个。大人还要啊？好。哎呀，来让我亲一个啊！都这个时辰了，哎，这就走了。改天啊，再来看你啊！那我送你。哎呀，走。十三郎终于找到了，那这床底下的干尸怎么办？先回驱魔司，再做记忆。妖气，长安妖气很重，尤其是倚世兰、大明宫、兴庆宫。你们可知倚世兰藏了什么药？不知道。若妖物有意收敛自身妖气，我们也很难判定。除非他们自露马脚。那怎么办？看来只有深入其中，打草惊蛇了。切记，不可伤及无辜，也不能有漏网之鱼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啊！哇，又香了，长得真近啊！好香啊！我们是来捉妖的。哦，走，去和孟卫东会合。二位公子来了，快点，里面请啊！快看，那个弹琴的胡人公子来了！快，他弹的曲子美得很。自从上次听过公子弹琴，姑娘们都惦记着你们的。张氏，里面的人都去大厅听阿泰弹琴了。有空就来看你们了。你和赵子龙在这里看风，红俊和我去处理干尸。棉花呢？在呢。都带着，别被阿泰的行声迷惑了。红俊，跟上。不知公子今夜要弹什么曲子啊？看装扮，像佛经赶考的读书人。到底什么妖才要吸人精血修炼？把你给我扫掉！你与末日根定睛重任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还有，随时放飞刀。我只剩3把飞刀了。放心，一定能收回来，包括你丢的那把。注意观察，有哪几个人脸上没有惊慌失色？哪几个人？往缙云的房间里头看。不看！
小心！听头奇剑。下手太重了，我没想杀他，谁知道他回头了。原来是狐妖。去找你的飞刀，快！找到了，在巷子里头。我会用丝去追那两只。上次龙呢？来了！过眼云烟。去找阿泰他们。张使，你的剑。红军，这是你刚指的位置吗？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这边要么能感应妖气，要么就是能感应飞刀。他在绕圈，我们分开行动。嘿。无耻凡人，欺人太甚！我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杀人偿命，长安岂是你肆虐之地？只能设法将他们分开经过。是分身术，我们分头找。是，啊，这还是分身！何人你也放肆！
找死！李景龙，长安已经不再是你们人族之地，等这个。莫尔根，李校尉，赵子龙何在？用离婚花粉。没了。你说什么？3200两，一次就没了。你们新了3两半，只剩8千，我已经很省了。罢了。诸位，今夜之事除了胡统领，谁都不能说。明日，我亲自去龙武军禀告。夫人进宫了，两位先用些糕点，请务必带夫人回来亲自道谢。这只猫为什么要跑呢？这只猫跑出去时，府上是否有客？那夜贵妃、国夫人与杨相到访，府上忙得一团乱。这糕点所用荔枝产自千里之外的高州，一路跑坏了不少好马，才使荔枝送到长安时鲜味未变。所以这一盘糕点少说也要上100两，寻常官员可吃不到。小王爵若喜欢，等下我便派人送些到驱魔寺。边塞浴血奋战的将士，越不过2两军饷。我不吃民脂民膏。原来这叫民脂民膏啊！真好吃。走吧。哼，你这点本事，也只能找找猫了。长史，你说那大妖怪会不会就在皇帝身边？若当真如此，陛下就危险了。万一……那倒不会，人间天子受紫微星庇佑，哪怕道行再高的妖怪，也无法对天子直接施法。不过这妖怪是杨丞相、国夫人，还是贵妃呢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下月初5，驱魔司斋匾。什么？
李景龙，我信世间有妖，也信你的为人，但有些事注定难遂人意。你既然继承了狄公的这把剑，总该知道韬光养晦之理。长史，朝廷准备给驱魔司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随便什么金银珠宝啊，还有民脂民膏。这次咱们除妖有功，朝廷应该会有很多奖励吧？奖励？当然有。我就知道，早跟你说了。我们喝酒。来，请。能让长史这么激动，看来奖励很多呀。哦，来，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，来，收复长安妖王，干杯！长史眼中还有泪光，这是幸福的眼泪呀。李景龙，红军。梦魇了，想家了。但我也喜欢驱魔司。长史，既然驱魔司已复起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呀？自然是驱魔除妖。即便驱魔司关闭，也要除掉妖王，绝不能让他祸害天宝。长史，也给我配点安神药吧。是不是又被我坑惨了？你不懂，凡人活着是很苦的。对，凡人很苦。都说驱魔师，为何不说驱妖师？妖我见过了，可魔又在哪？妖魔，妖是山野精怪，魔就是万物戾气与痛苦。人间苦痛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蕴盛。这些痛苦和戾气会散入天地气脉中，被冥冥中的力量净化。可当它超过天地的净化范围，戾气就会在人间聚集，成为魔。驱魔师的责任就是驱散神州大地苦痛，驱逐万物心魔，驱散经年魔障，净化人间。也许这就是狄公所言，神州的结束吧。你不高兴？难道他们让你赔钱了？我还有不够的，我再想办法。找你们的皇帝呢？宫殿是他的，只要他答应就行了吧？对呀，但如何能赶在下月初5前取得陛下的信任呢？那我再想想，这案还没结，皇宫还有妖。药好像放多了。哎呀，衔环结草，小狐狸要报恩呐。狐妖应该还没察觉。红军，这药明日能配好吗？长史，抓住狐狸后要怎么处置？
全部烧死。不能放过一些吗？那么，谁放过那些被害死的无辜生命呢？红军，我们是驱魔师，我们的职责是守护人们能够平安生活的权利。你认为妖都是坏的？人与妖都是天地之灵，但是任何一种生灵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。至少，这些狐妖是坏的。你不能被他骗了。如果他真的没有害人呢？那他的同族呢？他们合伙害死了多少考生？那些无辜的生命，他们也有梦想，也许他们也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张使，红俊会想通的。你们可有法子直接辨别狐妖？国子监的狐妖法力低微，不能完全收敛妖气。莫尔根的，莫尔根呢？我安排他去办一件机密要务了。禀报陛下，高将军正在协助驱魔司缉拿狐妖。果真如此？是。好你个李景龙！我若否认，这些狐狸任凭我如何解释，都难逃渎职之罪。若是承认，便是认同长安有妖，驱魔司解散之事就无从说起。但臣也不知道为何。还有多少？回禀陛下，共266只。全部给朕揪出来！是。红军，你得帮我个忙。韩青，这儿很安全，他们发现不了你。对不起，那天进国子监是为了查清你们的身份。你是驱魔师，你骗了我。他们呢？都现形了。韩青，告诉我谁是幕后主使？我不知道，求求你，放我走吧。你杀了那么多人。我没有杀人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被吸干了。他们让我顶替读书人，我不敢违抗。红军，求求你放我走吧。对不起。陛下，臣替红俊为这只狐妖求个情。他并未害过人。罢了，你拿主意便是。若非亲见，朕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相信，竟会有这等荒唐事。陛下，狐妖已被送至广场，现由驱魔司看守，等候陛下发落。烧！广场上那些狐狸，就是风将军所说，正是乔装为科举考生，欲乱我天宝的狐妖。风将军，如何确定那些狐狸当真是考生，而不是被障眼法？朕已亲自确认，不必再怀疑。都坐吧。朕已着驱魔司，将狐妖尽数焚去。景龙，你给大伙说说吧。陛下，贵妃，各位，此事须得从红俊入长安城说起。这么说，你夜闯大明宫，还毁了一座后殿。
那妖怪极难降服。挣扎时毁坏了大明宫。李景龙，妖怪能闯进大明宫，是驱魔司的失职。其次，大明宫乃天子居所，岂能随意毁坏？此次幸得陛下身在骊山行宫，否则……陛下，科举案参与的妖怪不止狐妖，背后定然还有主谋。驱魔司虽行为有差，望陛下念其捉妖有功，从轻处理。长安还有妖？回禀陛下，有。经查，狐妖替代考生的计划从1年前开始实施，布局周密，所图不小。其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长安妖王。查清长安城内所有妖族。是。走吧，快去吧！别再回长安了，再被发现，饶不了你。长史，你其实不讨厌妖怪。我不恨未作恶的妖怪。如果长史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是不是也不会嫌弃我？啊！咱们只是找了只猫，至于吗？这全是和妖怪有关的吗？哪来这么多妖怪？想必是因为咱们在陛下与贵妃面前得宠，大理寺便将得罪人的、办不了的案子全扔过来了。小儿夜啼不止，疑似见鬼中邪。这该找收经的，找驱魔司做什么呀？出城骡子受惊，跑丢疑似见妖。只要与妖怪无关，统统批个查无妖气，退回大理寺，不管。11月初5营业，秋瓷商队遇袭，队中12人尽数被屠，凶手不明，怀疑有妖作乱，也不管吗？这还有个命案，11月初5营业，铁匠与媳妇拌嘴，用一把凿子、一把铁锤，把人给活活锤死。1天之内死了10几个人，这么严重？这算不正常。科举案妖族损失惨重，再加上昨晚以世兰那场暗杀，紧接着长安命案频发。难道这些命案是一种挑衅？事有蹊跷。阿泰、永思和莫尔根，去调查铁匠杀妻案。商队有9名护商，3名护卫，于平和梁扎营，准备次日进长安。会不会是谋财？案卷记载，商队货物齐全，并未丢失。遇袭现场无外人闯入的痕迹。利器，这些死者皆是被利器斩杀，伤口很多，死者的血液都流尽了。大人，继续。死者皆是头朝营地外的方向，散落四周。看来凶手是商队内部的人。这具尸体有些奇怪，
他只有胸前一处伤口，怎么身上全是血？因为这些血原本就不是他的，是被溅上去的。难道他就是凶手？可他怎么也死了？所有尸体的伤口都与这把刀的切口一致，而发现这名死者时，他的胸口插着这把刀，刀柄处的血手印与死者的手掌吻合。是自杀。一个护卫在抵达长安前的最后一天，突然杀了商队所有人，然后自杀，这太不合理了。张氏，你看，自杀的人死前怎么会这么害怕？睚眦果然是顺着地下河游到了城外。又是这个法阵，脚印到这里就不见了。难道妖怪进了法阵？飞刀有感应，是我丢的飞刀，还是长史的剑在这附近？血滴不能触动，那又怎么进法阵呢？这些符文。什么人？你怎么也会用五色神光？同志！那不是妖，是血罗，一个用沾满凡人戾气的鲜血炼化而成的魔。难怪凶案现场的血充满了戾气。血罗炼血而化生，
因血而唤醒。此血术耗费无数凡人鲜血，过程中每一滴血的注入，都能令他拥有一份化身为人之力，所以他能变成长史，是曾取过长史的血。可妖怪为何要费尽心力炼化它呢？除非妖怪某种气化的关键就在于血罗的能力。妖怪想让血罗变成谁？别碰他！有什么救我来！住手！住手！好久没有吸到如此精纯的法力了。国夫人，这只猫为何要跑啊？怕是看见了什么东西。那夜贵妃、国夫人与杨相到访，你去过平康里，你去见过纪云，那只猫定是见过你的狐妖面孔，才把我们引过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最后竟被一只猫坏了事。不过，你们以为循着鳞片就能查清我的布置？哼，可何尝不是在一步步地踏进陷阱？明安，是你指使三条龙子做的，不仅要引我们追查，更为了收集鲜血，炼化血罗。不错，血罗是我最重要的孩子，我倾尽狐族之力，费了10年，才将他养到如此地步。科举案之后，我就在想你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。其实你的目的一直是填饱江山，而血罗就是用来取代陛下的关键。不可能，你动不了人间天子，他有紫微星护体。但我能软禁他呀，换个一模一样的皇帝，谁会发现呢？可他为什么会变成我？那可得多亏嫡长史的剑。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就是我的手指被他的剑刃割了一道小口。对不起，你身为妖族，却妄图颠覆天宝，我怕招来雷劫。天宝气数将尽，而且睚眦、霸笑和酸泥本就是天宝的龙子，现在一切便将大功告成。可惜你们看不到了。把拱雀翎还我！孔宣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我爹？
扫云。曾共谁杀了他？我恨他。你想做什么？抽他的筋，拔他的皮，再放干他的血，最后吃了他的魂魄，变成他，一刀一刀一刀凌迟你们所有的驱魔师！没有人能够救你了，就在这虚空界中，死吧！不要！住手！常有变，偏偏这个时候，牙子，看好他们，别让人死了。血罗，我们走。好，别碰他！废物！张氏，张氏，这是皮外伤，咱们得赶紧出去。那妖怪有没有一刀致命的地方？心脏，妖形时龙的心脏在咽下3寸，人形时在肋间。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和邱永慈的法力就能恢复，便可与妖怪一战。狐妖带血罗匆匆离开，定是有了变化。恐怕他会对陛下提前下手。
这就是心灯之力吗？张使，张使！心脉受损，张使，以后千万别乱用心灯，灵力冲撞很容易伤到经脉。心灯乃燃灯世家陈家的法宝。会与体内脉轮融合，也会侵蚀心脉之力。方才应当是危机关头不受控制释放出来的。这是国夫人走时画的符咒，不知是否有用。这符咒皆呼应的力量，将施法者进行传送。国夫人画传送符时，戒指亮了，所以在外界一定有与戒指相配套的法宝，在进行跨越空间的呼应。所以，除了传送符，还得在外界设下一个配套的法宝。咱们都中了陷阱，怎么可能事先设下这种法宝？真是见了鬼了！阿泰到底去哪了？你说这是个传说阵法？妖怪进来后消失了。法阵中央血滴也不见，或许大家的失踪。感应不到被带走的五色神光。那赵子龙带的离魂花粉呢？必须是配套的法宝，还得是法宝之间有着互相呼应的特质。有了！不行，缺少阵眼主控，激发不了法阵。阿泰，别走开！我好像听到了倒霉鬼的声音。赵子龙，赵子龙，红军，是红军！长史，你们都在里面吗？阿泰，国夫人是狐妖，你是科举案和长安命案的主使，我们被困在法阵了。能出去，斩仙飞刀，4把一套，还有1把是我进长安刺伤飞敖那把，现在一定在国夫人身上。
阿泰，你先去保护陛下，我们来牵制郭夫人。事关天宝江山，只要遇见郭夫人，直接动手，逼她使出妖法。驱魔司已将狐妖除去，陛下怎么还愁容不展？朕愁啊！狐妖之患后，国中曾言驱魔司个个本领高强，这些人对天宝忠心时，足可当将士表率。可若哪一天他们不再忠心呢？朝中何人可与之牵制？总会有办法的。这是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上次在姐姐家随手拿的。何人敢闯？敢闯华清宫？哎，来人，护驾！快，保护陛下！快！陛下，我们驱魔司行刺陛下，将其就地诛杀。住手！都给朕放下兵器！陛下，张时，我的孔雀翎，杀了他！陛下，事态紧急，若有打斗，我怕会……随便回。万寿，开场！雕虫小技，是吗？趁现在将孔雀翎！
快走！是新进宫方向。这么说，科举案和长安命案的主使都是狐妖。啊！陛下，黑云笼罩长安，城楼一片黑气，城门卫都中邪了。哼，简直胆大包天！那狐妖是不是以为朕拿他没办法了？传2路信使，快马加鞭，一路往洛阳传郭子仪，一路往凉州传哥舒翰，集结军队，至长安城外擒王。陛下，洛阳、凉州若撤军，恐怕生变。靠你们能攻破长安？驱魔司愿意一试。可以帮你救你媳妇儿，皇帝。这把剑曾由狄公执掌，守护天宝。看来如今传到你手中，也是冥冥中的天意。经此去长安，危机重重，神武军可与尔等同行。朕把长安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。臣定不辱命。风越来越大了，好重的血腥味儿，我感觉有些不大对劲。每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接下来倒霉的都一定是我。继续了。五色神光打不住我。好看的凝聚速度，扶摇之力让血楼更强了。
现妖魔之气！张氏，你怎么样？雨停了，长安有救了。接下来找到狐妖，救出贵妃。狐妖要凭红雨扩在妖力，血楼不会离他太远。狐妖定在附近。是你杀了血罗，孙生、雅子、孙妮、八夏，你已经杀了我4个孩子。那3条龙也是你的孩子？确切地说，他们是天宝的龙子，也是杨玉环命中注定的3个孩子。杨玉环体内沉睡着我妹妹玉藻云，所以她永远无法为人族生下后代。难道这法阵要唤醒玉藻云？这样贵妃会死的。你也是她的姐姐。你们的国夫人早死了，我是狐族之王武奇羽。好当你的狐王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杀人？可惜莫受人族待我妖族，未曾有半点怜悯。哪怕同为妖族，孔宣害我妹妹，你杀我孩儿，手段如此残忍，我自当让你们都付出代价。是你杀了我爹？你也配问我话？孔宣那畜生的孽种！不许诋毁我爹！风为水火，斩仙莫刀。就是这把刀！就能见到你了。斩仙飞刀在手，你伤不了我爹。是谁杀了我父母？胡军，别看他眼睛！我看到了，原来是你呀！我就是一个孩儿。放过我们吧，不动明王！求求你了！没错，就是狄怀英这把剑，杀死了你的父亲孔宣。服药之剑，你自己被驱魔司伏法而死。今天
你的儿子却加入了驱魔司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太有趣的报应。皇君，狐妖诡计多端，你不要被他的妖言迷惑，不要相信他。16年前，你非要多管闲事，害我妹妹夺魂失败，妖力尽毁。本想杀你儿子，解我心头之恨，没想到黑蛟找了那么多年的东西，居然在他身上。黑蛟，孔宣之子，我只盼你活下去，在痕尽一切的天魔之火中受尽煎熬，生不如死，永远无法解脱。吴奇云，妖王何在？如今，我就是妖王。黑蛟那废物早跑了，等着吧，天宝精神快完了，你们都会死。狐妖神色有异，妖王是真的以为，还是另有预谋？吴奇云，你枉杀凡人，作恶多端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我的死期，那你倒是让我死在这儿啊！我可不想被烤鱼。美儿，你没事吧？赵总，其他人呢？他们和大军在一起，正往这边赶来。呀！带他走！我先杀了你！刚才那莫非是皇军阿泰，我日根休有司，我撑不住了！放开我，你还可以自己上去。红军。这下省得我到处去找，今天都得死在这里！不要！黑蛟究竟在何处？速速束手就擒！镇龙塔下才是他的归宿。主妖，白鹿被你们抓去了哪儿？哼，原来都是有备而来。降龙仙尊塔下逃出的蛟龙，守梦的白鹿，孔宣之死。孔宣，
那就看看驱魔司究竟有几分能耐！啊！他在汇聚长安妖气，想拼死一战。拦住他！我来接住妖气！就是现在！你们倒是杀了我呀！待天魔复生，世间戾气必将回去人间。这是谁？青雄，妖精宫。天降大鹏，耀我天宝！天降大鹏，耀我天宝！天降大鹏，耀我天宝！干得不错啊，红军。终于结束了，是吧，霍尔根？这场仗打得还真长。刚换好的药，小心点，别被水溅到。啊。有心事。红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过往，不过我仍希望有一天你能把你所担心的事告诉我。假如你相信我的话。张氏，
你认为妖都是坏的？如果他真的没有害人呢？那他的同族呢？其实有一半的血统是妖。你听，你我的心脏都在一样的跳动，你的身体里也流淌着人族的血。看见赵子龙时，我便猜到你与妖族渊源颇深。红俊，我们曾经经历生死与磨难。容我问一句，你若不想答，可以不答。你是另一派妖族派来的吗？我爹是妖精宫之主崇明，那日诛杀虎妖的金翅大鹏，是我叔父青雄，黑蛟与我妖精宫势同水火。驱逐长安妖王也是我下山的任务。果然，妖族2大派系以长安为角逐场，在暗中进行人族都城的争夺战。如今九尾天狐输了，你爹便将入驻长安。我不知道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爹绝不会害人的。你俩做什么呢？我走了，你们玩。哎，别走嘛！这样对长姐不叫我太爹，我好想你。让爹看看最近怎么样。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伤而已。再说小时候也常摔到腿上流血。来了人间这么久，还是这般不着调。这不是好了吗？爹，你怎么来人间了？我来带你回家。此人既能打开永嗣设下的符咒，必定拥有法力。难道是妖怪？修炼到我这个境界，不能算妖怪了。他能看穿我的内心，不错。没想到心灯竟被我那小侄儿错付给了你这凡人。你是红俊的叔父？不必担心，门外之人是我的挚友，北海坤神。他能预见你的未来。世间万物因一念而生，也因一念而灭。驱魔司长史李景龙久仰了，在下袁坤。不知2位来驱魔司有何要事？我将心灯交于青雄，本是要归还陈家。如今既已到了你体内，也算是命中注定，我便来授你护持心脉之法。待黑蛟复生天魔，或许你会是一个转机。天翻地覆，桑田沧海。
都在这一念里。此符可护你心脉。李景龙，天宝14年，也即1载后，须得谨慎行事。记住，你欠我一具尸体和一个魂魄。时间到，我自己来取。谁的尸体？放心，总之不会让你去杀人。雏鸟离巢，天经地义。崇明，你何必非要逼着红军选择？红军，大家有事要办，都各自离开了。我若走了，张氏，驱魔司里就只剩他一个了。就是你身后那凡人。张氏，你也醒了。爹，这是李景龙，我上司。景龙，拜见师叔。你走不走？爹，你听我说，我把心灯不小心搞错人了，到长史身上去了。错了就错了吧。我把妖王也赶走了。人间早已乌烟瘴气，我不会回长安。昔日在药精宫就是这么说。你莫要再一厢情愿了。我还没查出是谁。你的心野了，找这些借口，不过是不愿意放弃繁华与你的欲望罢了。今日青雄告诉我，你不会愿意跟我回家。哼，是我不死心，放多此一举。从此，你就留在人世间，学着你爹，好好享受这花花世界。爹，不是这样的。长安很好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驱魔司也有梧桐树。你和我住几天你就知道了。而且，我也想。是，我眷恋红尘，可我也舍不得你。能不能让长史与咱们一起？我不会让凡人踏入药精宫，哪怕半步。师叔，红军在长安时，没有一天不想着您。少年人，总希望去见见世面。选你的红尘，还是选我？爹，我舍不得你，说一定要选。红军，你跟你爹回家，空了，我会上太行山去找你的。爹，我赶紧回家，我赶紧回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不要我了？红军，别难过。红军，您先去太行山，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了，就去找你。李景龙，昨晚崇明陛下没一把火喷死你，已经算你命的。你还敢妄想去太行山？长史，
你的意思是，若天宝与乌户开战，梁国忠就会设法将太子派出长安？名为在外征战，实则远离朝纲。他俩会打起来吗？那杨国忠不就是造反了？他不敢。眼下杨家势大，不过是仗着贵妃受宠。来日太子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清算杨家。杨国忠为保全族，必须与太子周旋。若以后他们斗起来，咱们帮谁啊？你傻呀！人家改朝换代，你不帮真命天子，难道还要去帮叛贼？可是贵妃还给我点心吃。张婶，你买首饰做什么？你要男扮女装上路？张氏想这个很久了，出了城没人认得，就可以放心的妖娆一番，我才能再把。这些都是留给陈家后人的。这次出去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。看来张氏因为新登的事，一直放不下陈家。答应的事，我一定办到。走了。撤。你说，若西北屠城之事真是妖怪所为，那这妖怪是不是很厉害？连途四扯，还不留踪迹，要么是妖怪很厉害，要么就是妖怪很多。那张氏一个人不是很危险啊？豪俊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李景龙这家伙对你没什么好心。要不我用离红花粉让你忘了他吧？你敢？你的花粉还是用张氏的钱买的。张氏，等等我！侯俊，说好要一起去太行山，你怎么能扔下我？可是你等查清西北的事，再一起去。李景龙，你倒是笑得挺高兴的。衣服带够了吗？西北很冷的。我不怕冷。张婶，西北好玩吗？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辈子没出过长安。那我们会遇上末日根吗？自120年前，白鹿便已在草原氏族中失踪，也不知道他北上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听说边疆那里正闹尸变呢。哎，才不是！我看肯定是乌户人冒充的，四处屠城劫掠。可我怎么听说玉门关那里也起了尸变？尸变？张氏，到一站了吗？去。玉，小少爷到驿站了，快醒醒！客官2间上房。1间上房。 2间上房。每个驿站都只有1间上房。侍卫，您要么住后院柴房。我？没关系，我睡柴房去。哎，少爷怎么能睡柴房？你们家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你误会了，刚刚张氏。凑合住吧，准备个盆子，装满水。张氏，我的手有点痛，破皮了。你这是不常骑马，手被缰绳勒破了。我带了药，坐好，我给你擦。贵妃说你舅舅在瓜州。她说我外公以前好像是个什么……
过节的使者，河西节度副使，咱们先去拜访哥舒翰大将军，说不定你舅舅正在他的河西军中。谢谢你，张氏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与你们不同，可当贵妃告诉我，这世间还有与我有血缘关系之人，我才觉得原来自己也和你们一样，是这红尘中的一员。那找到你舅舅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以前在妖精宫总想吃遍人间好吃的，但这也不能算是什么远大的志向。说真说对未来有什么设想，也许就是能一直在妖精宫住着，陪伴我爹。张使，那你呢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总想着许多事。我不想像他们一样，年纪到了便说门亲事，建功立业，娶妻荫子，平平常常过完这一辈子。红俊，你身上有太多东西是我不曾拥有过的。若是咱俩早点认识该多好啊！在那个少年人独有的岁月里，一起喝酒，一起仗剑杀敌。张使，你现在有我们驱魔司了，而且我还要带你回我家呢。我们驱魔司绝不分离。大人，您要的水来了。睡吧，明早还得赶路，再往西北走，过了长城就到凉州了。客官，您的水到了。两位大人是要北上？这天气风太大了，大雪积得又深，都将官道给盖住了。一旦迷路，这荒郊野岭的可就麻烦了。而且，听说西北那边正闹尸变呢，死了不少人。朝廷派了好几拨人过来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这么大的乱子，哪是人做出来的？依我看呢，肯定是妖怪作乱。水来了！风吹日晒的，整条鱼都快干了。妖怪呀！长城有夜鬼，小二说的是真的吗？如今西北流言四起，真假难辨，咱们得尽快赶到凉州，查清真相。张使，昨晚我翻了翻下山前青兄给我的伏妖录，我觉得，若此事真为妖怪所为，那有这几种可能。说，其一，北方有一种雪妖，居于祁连山之巅，书中未载其法力及弱点，可见之神秘。其二，传说从山海时代，西北就有一种妖，叫旱魃。这种妖怪会让周遭千里大旱，所以西北大多地方都是沙漠。张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冷不冷？撑不住的话就过来，我带你。我身子没那么弱。哎，我们可是一点也不冷。老二，你怎么了？不行了吗？要不还是折回去吧，别冻着了。真的不冷，你呢？我没事。那再坚持一会儿。张使，你别是被冻着了吧？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避会儿吧。前面每隔10里
应该有给士兵巡逻作业时用的营筏。红雀，你看看这个倒霉鬼，有点不太对。糟了，长史受凉了，我去配点药。以前在龙武军往关中平原练兵，3天3夜没合眼，又是暴雨又是暴晒，都没生病。这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也许是外头实在太冷了吧。是啊是啊，你的体质比不上红雀，真的不用觉得丢人。我们家红雀本来就……我知道了，先前我把我爹的凤翎一直揣在怀里，所以才不觉得冷。长史，你先拿着这个，我去捡些柴火，熬点药。红军，外面冷，别去了。天啊，好冷！我说冷吧，别出去了，我发会儿汗就好了。没事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红军。冻死我了，太冷了，幼发术更冷了，我要死了！有人，有人吗？这里好像有股奇怪的味道。是营地方向。这是什么怪物？那是死人！杀不死，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张氏，张氏，李景龙！快跑！
跑！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浑身设下的符咒护住了我的心脉。他们好像撤了。这些都是死人。汉时的铠甲，铠甲是汉时的铠甲，人也是汉时的人，或者说，是尸。边塞4城被屠，或许与这些古尸有关。如今他们已经越过长城，进入凉州境内，得尽快将消息通知西平郡王高书汉。撤！进去吧，谢谢。这位就是李长史吧？当真久仰。河西巡查尉张浩，李长史是奉太子之命来查边塞屠城之事。我们已在路上查到些线索，现下正准备禀告西平郡王。郡王考军还未回来，不如将线索告诉我，待郡王回来，我自去禀告。此事过于蹊跷，还需当面禀报。李长史，凉州不似长安，这里发生的事，终究要得郡王发落。来之前，太子曾言，若此事不彻查清楚，恐将牵连芜户。哪儿来的铠甲？还是古物？刚陪郡王从官营回来，就听说朝廷来人了。凉州郡刺史秦亮。秦刺史，你刚刚说郡王回来了？郡王立冬犒军，刚饮过酒回来。郡王，报吧，长安又有什么话说？郡王，卑职是奉太子之命前来，调查西北4县屠城之事。你给我回去，告诉太子，西北乃老夫所辖之地，莫要听了流言便来多管闲事。张浩果然意有所指，高书汉不想让朝廷来管此事。郡王，可见过此等铠甲？这是汉时的铠甲，且已经锈了。李长史是从何处得来？在距离此处120里地外的汉长城下，成千上万的已死士兵，统统诈尸了。他们屠了边境4城，越过了长城，正在凉州境内四处行动。说完了。郡王，这是实情。你叫李景龙是吧？你千里迢迢从长安过来，就是奉太子之命编了个故事，将老夫当猴耍。昨夜鏖战之后，长城下还扔着不少尸体。魏朝最近的官营通报，想必长城驻军已经去清点战场。卑职以项上人头作保，只要尸体运来，定将真相大白。好，项上人头。李景龙，你有胆识，老夫现在相信你，不是来编故事。郡王，李长史是太子。等，郡王，卑职只不过是随口一说。军中无戏言，
秦亮，你也听见了，正好做个见证。项上人头是什么？就是砍我的脑袋。啊，那怎么行？你让他砍你脑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从前龙武军里，大伙都这么说来着。哎，不算，刚才说的不算。报，君王，长城官营有信。还。怎么样？李长史，官营士兵在丘陵翻了好几遍，可都没找到你说的尸体。这怎么可能？狗胆包天，给我抓住他，押赴刑场！站住！你们两个那边，是。赵子龙，快醒醒！离火花粉！雨一到冬天就蔫蔫的，说不定正冬眠呢。分头，这边什么分头？不管。去哪儿了？人呢？仔细找。是。怎么办？喂，二位，请跟我来。把所有箱子都查一遍。是。那边分头找。是。二位这边请。爹娘，我把人带回来了。啊。哎呦，这么客气，还带了菜来，正好有俩个。不是菜。啊，你会说话？妖怪！夫人莫怕，这是好妖怪，不害人的。对，是好妖怪，是好妖怪。李长史，看你们带着这妖怪，我相信驱魔司还是有点本领的。为什么赵子龙能证明驱魔司有本领？这位是我夫人，这位是我女儿。我叫秦轩。哦，原来这位姑娘是秦刺史的千金。今日多亏秦刺史出手相救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夫人，今天有贵客，加几个菜。好。轩儿，你下去取些酒来。好。郡王先入为主，凉州城内的兄弟们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李长史海涵。你相信我今日所言？12年前，我在沙洲见过你们说的妖怪，他们名唤尸鬼。那夜我与校尉带兵拉练，奈何风沙骤起，我们在雅丹迷失了方向，徒步在戈壁中走了3天3夜。就在我们都以为再无生机之时，一名身穿汉时甲胄的将领，带着上百名士兵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的长相，我过了12年仍记得。那双眼呈白色，皮肤则是斑驳的灰色。他是一具尸体，汉时的尸体。汉时的古尸，至今已有8、900年光阴，如何能复活？那将领告诉我，他姓刘，乃汉时的王族，而他们的名字叫做战死尸鬼。他们寻找壮烈牺牲的将士，将他们变成尸鬼，以壮大麾下阵营，前往敦煌朝圣。他愿意出手救你，
一定不是什么坏妖怪。可贝图4城内，青壮年尸体全部消失，会不会就是他们用来壮大队伍的？我觉得此事十分蹊跷。虽说当初是被那将领随手一救，但他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些年，他的身上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。陆巡，你带村民找地方躲避。好。尸鬼之乱的背后还有更多祸患。李长史，秦某有一事相求。来，可是与西平郡王有关？正是，西平郡王将屠城之事嫁祸乌户，恐怕是杨相授意促成。郡王也与杨国忠有往来。形势所迫，哥舒翰将军戍边10余载，战功赫赫，才得以晋封西平郡王。而那贵妃养子安禄山无甚建树，却身兼3镇节度使，受封东平郡王，你可知是何故？安禄山自入朝起，便深得陛下和贵妃欢心，在朝中更有杨家助力。我没明白，既然那个安什么是杨家的人，为何杨国忠还要拉拢西平郡王？安禄山独掌3镇重兵后，已与杨相形成角逐之势，杨相与寻人取而代之。恰好哥舒翰将军极其厌恶阿谀谄媚之辈，与安禄山素来关系不睦，杨相便上书为将军请封西平郡王。因此，郡王才同杨国忠交好。而安禄山近年来常与乌户使节走动，所以杨国忠要把边境屠城的账算在乌户人头上，扰乱安禄山在西北的布置。可是杨国忠怎么知道边境是谁屠的呢？你们觉得他会知道4个人啊？他一个右相，哪管边疆居民死活，乌户也好，尸鬼也罢，对他而言并无差别。他要的只是与乌户开战的借口，既可以打击安禄山的西北势力，又可以引太子殿下外出征战。如此一来，他便能重新夺回朝堂大权。尸鬼之患早已远远超出了杨国忠的那点算计。祸患一起，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，万劫不复。人间是今年特别冷，还是年年如此啊？年年如此。想了这么久，你到底要给谁写信？给太子殿下。你困了便先去休息，别看了。你也别写了，夜里凉。
你风寒还没好呢。你是谁？等等！啊！救我！张氏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张氏，张氏，清晨得信，西北边境周遭尸鬼夜袭，我与秦刺史前去探情况，请。又是这声音，难道原来被毛仲通一指挥，懂得绕过陷阱？还有，张氏，薰儿，红军，我背后是敌人，来抓你的！当心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我来给君王说明。莫日根，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受伤了？哎，你又是谁？嗯？全军听令，保持队形，停止行军。是。撤！李景龙，居然还敢跑到老夫面前！靖王，数万尸鬼正朝这边追来，你们没有准备，打不过的。撤！
前方有大规模行军，全军戒备。是。不是五虎骑兵，行军规模超过10万，怎么能避过官营巡查进入西北？郡王，得尽快回撤凉州啊！来不及了，现在回撤，反而会把他们带到凉州城的。此次所带兵马有限，正面作战与我军不利。全军听令，随我西撤。撤！原来如此，峡谷通道狭窄，能够限制尸鬼远被岳武峰的兵力优势。郡王，他们快追上来了！放箭！这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，竟无法杀死？那日我和红军在长城下遇见的就是这种古尸，他们不惧凡兵利刃，且无法再被杀死。寻常士兵与其作战，毫无胜算。西北城镇接连被屠，就是他们所为。不错，我和陆续一直跟着他们，发现短短2天时间，他们便毁了3个村落。这狼怎么会说话？他是我们驱魔司的同伴，叫莫日根。李景龙，你说的对，边境屠城之事却有诸多蹊跷，误判误护，致使军民接连受害，是老夫之过。郡王不必挂怀，尸鬼之事若非亲眼所见，确实很难让人相信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想办法拦住尸鬼大军。郡王，山地布战是我方优势，全力攻击或能突破困局，但我军也会损失惨重。你的武器既能破我凉州城门，是否也有劈山之能？好，加速前进，冲出峡谷！加速！集中部队，做好防守阵型，守住峡谷出口。剩下的就看你们了。尸鬼追过来了！全军戒备，组队追击，绝不能让他们追着大军到凉州。
前缓敌军出势，封锁之后。 按计划，在红军斩断山壁前，必须把尸块拦截在峡谷内。好重的杀气！这个石灰军在指挥作战，难道？ 小心！马尔干，别管我！ 出刀！风雷水火，斩仙落刀！全军撤退！走！